各位观众朋友，午早，欢迎收看12月20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美。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咱台湾总是增加4个新冠肺炎带病入境的患者，其中一个是10月底就来台湾食头路的印度的船员。指挥中心事件判讲，伊的核酸检测有当时阴性，有当时阳性，可能是伫印度就已经感染啊。另外，进前确诊的女技师，怀疑是伫飞机顶画到的，目前正在检验伊的接触者。国内新冠肺炎佫新增加4例境外移入病例，其中有3个人是无症状的感染者。案例761是1年级20多岁男性移工，今年12月初1来台湾工作，持有登记进前3天内核酸检验阴性报告，入境到即阵无症状，检疫期满了后由中介安排自费采检才确诊。案例762是缅甸籍30多岁男性船员，今年12月初2来台湾工作，也是持有阴性报告，入境到即阵无症状，检疫期满了后自费采检才确诊。案例763是本国籍20多岁女性，今年8月到美国读册，12月初7返来台湾，伫次检疫期间发病，就医采检确诊。案例764是印度籍30多岁男性船员，今年10月21来台湾工作，有阴性报告，入境到即阵无症状，检疫期满了后拢住伫饭店，了后停船工作无搁再回港，因为想要出境回国，公司安排自费采检才确诊。指挥中心研判，案例764应该是伫印度就感染，因为核酸检测 CT 值是31，总抗体是阳性，处在摄阴摄阳的状态。会扩大采检39名接触者来调查是否造成国内感染。应采检39人哦，那目前已经采检21人，还有18人，我们还会再采检，就是厘清他到底是在有没有造成国内的感染。另外，进前公布案例760本国籍女技师，上新疫情调查总共接接触者59人，包括亲人、朋友、同事等。其中行程接触者包含技师、后舱组员等有15人，已经采检13位，也有46位等待采检。就议员认为，可能是女技师飞行期间遭到感染机会较大。疫调结果目前还是倾向还是属于这个比较偏向，就是这个在飞行期间的可能的感染性最大哦。那当然这需要这个我们的检验来证实啦。而总计即阵国内确诊人数763例，分别是671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36例敦睦南队，也有1例不明。另外1例案例530，伊都是空号。确诊个案内底有7人死亡，625人解除隔离，也有131人住院隔离中。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职业篮球联盟的球星，疑似3年前伫交友网站互偷翕歹看无适当的影片，正伊收到恐吓的短信，刑事局长已经抓到2个涉嫌恐吓的查甫人。刑事局长抓到设计网站32岁姓伊的查甫人，甲涉嫌恐吓39岁姓刘的查甫人。根据了解，姓伊的查甫人设计强扯互偷翕，姓刘的查甫人手里有一罐影片。不过2个人互相无熟悉，毋是共党的。昨暗暝10点外，检察官认为2个人有真大嫌疑，而且真有可能会到口径消灭证据架逃亡，已经甲2个人声押禁见，今早起会开羁押庭。过10天就要开放美国猪肉进口，立法院后礼拜4就要针对猪肉带正肉种的相关行政命令做表决。国民党就预告讲，会透明就伫立法院的4边总动员48点钟。面对这情形，立法院长游锡堃是呼吁讲，莫搁再猪北来入场乱乱牵，要理性来处理代志。政府宣布明年元旦开放含来自美猪进口。为要赶伫年底前，互相关的9项行政命令等案准有备查，立法院将伫2时举行表决大战，调遐精细紧张。立法院长游锡堃19就呼吁立委唔通搁早猪北来进入。带什么内脏啦，什么这个不好的工具应该是要非常的理性。游锡堃强调，机场内采取国会自律，未动用检察权，希望各党拢爱理性文静。因为国民党团已经预告，23开始将破纪录发起48点钟连续假动伫立法院闭门关举办，最后暗顿暗会，邀集民众为食安守暝，表达反来猪诉求。南非也鼓励民众敲电话到60立委民进党立委的办公室，希望立委考虑民意到反对票。希望说这真的是历史的一刻哦，大家能够共同来面对民意，所以我们要用守夜的方式来到最后24号进议场，在外面应该是持续性的
会有一些民众的集结。我们要求政府要严格把关，人民大致上可以接受。希望国民党理性问政，才能够顾好食安。面对立法院攻防紧张，行政院长苏贞昌为代表贸易角度回应指出，甲美国做生意爱有来往。我们的猪肉要外销，我们要跟美国做生意，我们也不能说人家的不能来。不过，我们还是会依据科学证据。国民党的反内地公投也进入第二阶段联署，爱伫明年3月2日前收集约29万份联署书，才赶会到8月2日公投。我们希望在3个月内就能够达标，由人民亲自决定。江启臣讲，国民党伫立法院是少数，无法阻挡内地表决，决定由长战线，以公投方式，让人民家己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同款是淡薄冷。来看上新的温度。早起气象局针对台北、新北、基隆、甲宜兰发大雨特报，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到好天。今仔日南方的云系向北平线震动，南台湾的水汽增加，可能嘛会落雨。这款湿过冷的天气，都要到后礼拜3才会较好。温度情形，各地早暗会较凉冷。今仔日早起上低温是连江县的9度之。另外，目前伫菲律宾海面会有新的热带性低气压，上紧是今仔日就会结做今年的第23号风台，不过未直接影响到台湾。雨路未停，19到21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湿凉的天气，后面就拢穿较高的外套。虽然这波冷空气比顶一波较减弱一寡，不过北台湾低温依然在15度左右，其他地区大约是16到18度。高温方面，北台湾无超过20度，台中到台南以及花莲、台东地区大约22到24度，高屏地区大约是25、26度。东北季风会影响到21号，那22跟23的话，则是东北季风稍微减弱的一个过程。那所以到时候在各地的气温上也会略有回升。不过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是会有些降雨的情形。那在宜花地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来讲的话，只是要看这个云量的一个变化，可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哦。离菲律宾海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在发展，气象局预计在20就有机会形成今年的第23号风台科罗网。这阵路径慢慢来到南海了后，水汽会随着风潮飘到台湾上空。20开始，中南部云量会慢慢增加，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拢有一寡落雨的情形。那目前的话是会以朝西，然后甚至到西南的方向前进所以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它一些中高尺水汽就是在周日跟周一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地区。而这波水汽是不是有机会因为中南部水库带来明显的雨水？气象局保守认为可能有点仔困难，不过下礼拜2、拜3东北季风稍较减弱，各地气温又会回升。除了北部、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依然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拢是多云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先来看彰化八卦山桃园里有一个真水的风景，叫做一线天，请真侪游客去游览。不过，所有民众伫山壁顶刻字。彰化只好宣布讲，甲一线天封起来征收，按算按明年的6月才会当重新开放。岩壁顶游客刻名为爱心，流落飞跃的方式却破坏环境。这款的行为，彰化市长林志贤视察的时阵，哪看哪害头。这个还继续在破坏，你看，这很可恶了哈。这阵进出一线天的游客是封闭前的最后一批，享受美景的同时，也危害环境和破坏。一线天这个感觉很好，我稍微整理一下哈，应该可以提供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休闲的那个场所。彰化八卦山桃园里有一处特殊的地景，两边岩壁悬直，沿着原始林径地来到民众口中的一线天。这当一个人起身过去，伫网络红起了后，一个假日就有200-300名游客来遮。报道防乱弹本数，4颗违乱停车，无相同的关系，也造成环境生态负担。彰化市公所决定，自12月18开始封闭这个区域，并且交予桃园社区的巡守队来监督。我们不能让他进去，封闭就是封闭了。拢还未准备好，一时间涌入较侪人，所以讲阮袂使哩，爱讲赶紧就一寡人互来甲做一个暂时性的来停止封闭。
中华市公所指出，已经向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争取经费进行回收。伫封闭征收了后，预计明年6月才会对外开放。整理了的中华八卦山伊线天，除了监视器设施甲必要的安全设施，会尽量保持自然风景，互民众安心享受自然美景。记者综合报道。脚步行甲新竹。特殊教育的学生因的能力常常互人想袂到。这站新竹市伫清华大学举办特殊教育艺术展览，咱做伙来看这寡囡仔因的创作力甲可能性。伫新竹市读高中的傅玉祥，自细汉就情绪控制一个甲人交往的困难，尾也开始画图，情绪较稳定，也透过作品甲大家分享伊的快乐。刨冰店，然后有什么人在干嘛？卖那个冰。要不要钱？0元，不用钱，因为快乐是 happy。他们其实，在画这个作品的过程中是，蛮需要多一点时间的。可是画出来，他们自己就有很大的成就感啊。开始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很不安的，有时候会很暴躁，甚至于说要躺在马路上这样的方式去跟这个世界对话。可是后来他找到这个出口之后，他可以觉得说，原来他可以把这情绪表达出来。另外，这位林轩凯自细汉就在一个北部的身躯边接触艺术创作，伊的作品形式正大胆丰富。伊未来希望就是做服装设计师。伊讲伊要替妈妈设计一束衫。画画对你带给你什么？快乐。快乐，怎样子的快乐？因为之前觉得生活都蛮平凡的，可是创作让我有信心。他可以画得非常细腻，然后过程当中还蛮辛苦的，对，但是就是有爸爸妈妈这样子一直在努力支持他，然后让他就是越来越有自信心这样。已经连续办16档的新竹特殊教育艺术展览，伫清华大学南大校区要展到8日，希望提供这寡囡仔一个自我展现的舞台，而且鼓励因透过艺术向外展现出特别的家己。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报马啊，大肠癌已经连续12档是台湾人上高得到的10大癌症的头名。有医学会就调查讲，发现分嘉南地区得大肠癌发现的时阵已经末期，佮有大肠癌死亡的病例，拢是排伫台湾的第1卡。珍珠奶茶检索过这重口味高脂肪的食物，互人食到底实是真煞脆。不过这物件也温常得到大肠癌的危险因素。其实早餐加下午茶，其实很容易就2杯了。还蛮多年轻的同志们，对，就是一天大概2、3杯的手摇饮。统计出来，台湾大肠癌地图发现，云林嘉义台南地区伫全台大肠癌盛行率内底第1名，每10万人有497人得到大肠癌。搁再来是台北区甲高屏区，最后一名是花莲台东地区。进一步分析，云林嘉义台南地区平均每200人有1人得到大肠癌，是花莲台东的1.4倍。每期甲死亡率拢是台湾上悬。云嘉南、高屏还有花东，应该是说了，他们的医疗资源比较缺乏啊，台北人就医的观念跟一些医疗知识比较。卫福部统计，大肠癌已经连续12年是台湾10大癌症首位，每年有15000人确诊，平均37分钟就新增加1名患者，包含已经过身的艺人诸葛亮啊，和一行甲电影欧巴男主角拢是因为大肠癌过身。50岁以上至少做1次粪便潜血或大肠镜的检查，父母亲或者兄弟姐妹有曾经所检查出有息肉或癌症的，也要去检查，提早发现息肉，把它切除掉，你得癌症机会几乎就没有。医师提醒，大肠癌是会使预防的癌症，建议民众加食青菜、果子这物件。50岁以上民众应先用每2年1摆大肠癌检查。若是出现腹肚痛，并且有电流屎、排便情况无正常，并且这症状一定要赶紧就医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元旦正月初1的连续假期就要到啊！为着避免雪山崩坑内底车驶上过慢，州北的路段会试办慢速车的示警系统，只要车速无到65公里，而且甲头前迄台车离超过120公尺，阁是绑都会甲车牌展示出来，提醒这个驾驶人就要驶较紧的。
过度过后，雪山崩坑每个假日，特些恶梦就会出现刷落来元旦假期，恐惊会更加严重。对崩坑内定出现的高速车加重塞车，高公局也决定在2月30开始，伫设施上北路段试办慢速车实景系统，消除高速车的尾四码车牌，提醒驾驶加紧速度。我觉得应该会有帮助啊，因为大家看到自己的车牌在上面会不好意思。维持速度啊，对啊，维持那个交通顺畅啊，那是涉及隐私，是不是？准备上路的慢速车实景系统，包括伫涉水北上入口弯道顶3个路段，只要车速低过65公里，加侦测车距超过120公尺，系统就会公告车牌尾4号，希望缩缓大量的车流。不过高公局也强调，系统不是执法用的。我们这次设的这3个点位，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宣导的性质，那它跟现有的16处的科技与执法的设备是不同的点位，所以这个是不会去做录影举发。高公局表示，以往拢以广播提醒驾驶，不过汽车的隔音哪做哪好，声音无法度透过信号有限，所以这摆抢伫元旦假期，用新措施试水温，解决设施登记的塞车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芭蕾舞团有8人确定为着新冠肺炎已经离开台湾，因为国外疫情也是真严重，有医生就建议指挥中心莫分国家所有入境的人14天的检疫期满了后，拢都爱搁验一遍病毒，避免有较真正流到去，影响到咱台湾情况拍落来的防疫天下。莫斯科芭蕾舞团14天检疫期完了后，自费采检，发现4位确诊新冠肺炎。指挥中心原本允准其他检验阴性的团员，按照原来计划上台演出。不过台北市政府坚持第2摆采检确认，无顺利阁发现4个人确诊。有医师表示，这毋若暴露中央甲地方防疫无共调，而且建议未来无分国籍，所有境外来台湾的人14天检疫期完了后，拢必须采检1摆，以免出现防疫破空。在台湾由于时差，由于台湾的环境不一定能够有效控制病毒的话，病毒常会复发，所以我们强烈的认为14天结束，最好真的还是再做一次 PCR 的检验。另外，医师也认为，即阵正是秋冬防疫期间，国外疫情也正伫严重高峰期，建议应该将轻症也是无症状感染者，看作是隔离对象，临时治疗的对象。伫有空床的中小型病院，一人一室隔离就会用的，安尼也能减少大病院治疗及重症的负担。未来会看到许多的收容中心，不一定是方舱医院，但是这些有效的管理跟管控，会因为它的流感化的一个趋势，一旦数目字到达几千人的话，这时候势必必须要尽快做准备。专家提醒，即阵是心血管疾病、重症病人开始发作的季节，各大病院拢真注意伫准备，而且新冠病毒已经有流感化情形。为着避免未来急诊甲病房爆满，指挥中心应该赶紧盘点全国负压隔离病房数量，互大病院专接急重症患者，中小型病院正做轻症个案的感染管控收容中心，能疏解大病院压力，也降低社区传播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开始严格审查外管市的水费，引起桃园市水费业者不满，嘛造成2个管市小冤家。台北市环保局昨下晡就临时开记者会，强调讲桃园若是无才调处理水费，就要甲地方协商，或者是请中央调度。并对这个讲法是引起桃园环保局大力反驳。这不是厚不厚道的问题，这是负不负责的问题。我再重复一次，这不是厚不厚道，而是负不负责。对着最近桃园甲台北市的水费处理议题，台北市环保局19号开记者会，一开始就讲，外界无应该甲水费甲事业废弃物揽到顶讲，并且提出废弃物处理法，强调水费本所这物质，法律明定各县市政府拢必须家己处理。何况台北市议会早在2019年就决定外收外来水费，讲桃园市若是无法度处理水费，也应该经由地方协商，也是请中央调度，毋是引起无必要的纷争。我们了解，桃园市它区内也有几座污水处理厂，其实应该是有能力、有责任处理自家的水费。另外，台北市也强调，每年送到桃园处理的废弃物，属有事业废弃物，加水赔本所这家庭废弃物无同，有经济利益，才委外处理。不过，这讲法，和桃园市环保局是强烈反击。里面有一些事业废弃物，有些不是事业废弃物，像厨余啊，它就不是事业废弃物啊。
桃园市环保局讲，台北市有水厂做源提悬审查标准，才开始维修。讲较早毋捌发生过，更加讲西摆甲台北市沟通拢无消息。而双方一边讲一款话，桃园市是讲即阵解决问题才是重点，要伫一礼拜内完成紧急的应变水肥处理方案。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进前疫情有较后英国疫情搁再压起来，确诊人数已经破200万，而且即马搁有变种的病毒，所以英国首相强森就宣布讲要提悬伦敦的疫情警报，而且进前有宣布讲要放令防疫限制5天，互大家会当过耶诞节的计划嘛，就要取消。真侪人出门买耶诞节的用品，大家买赶伫咧最后一刻，甲物件拢买着。因为英国伫19日天就新增加27000万人确诊，为了要控制疫情，英国首相强生宣布，自20日开始，伦敦甲英格兰几落个村疫情警报的等级拢有关。It is with a very heavy heart, I must tell you, we cannot continue with Christmas as planned. In England, those living in Tier 4 areas should not mix with anyone outside their own household at Christmas, though support bubbles will remain in place for those at particular risk of loneliness or isolation. 不满生活受到限制民众伫国会大楼外口抗议。第4级疫情警报就等于是今年11月伫咧英格兰实施的封城，当地会禁止旅游，民众甲无带做伙人伫咧厝外见面，人数只可限制1人，所有非必要的店拢会关起来。也要尽量伫咧厝内工作，这款限制要实施2礼拜。另外，包括苏格兰、威尔斯在内也公布实施旅游禁令，耶诞节的活动也拢取消。That means people from Scotland not visiting other parts of the UK and vice versa. Cross-border travel for all but the most essential purposes is not permitted. What would have been 5 days of relaxation are being collapsed simply into 1 day, Christmas Day itself. 英国药品加医疗产品监管署这个月初批准辉瑞加 BNT 的新冠预防剂，目前已经有35万人做过第一档预防剂。不过，英格兰的首席医疗官会提警告，这嘛是对抗病毒的关键危险时刻，民众耶诞节大家做伙时间要尽量缩短。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全世界有真侪得到新冠肺炎的患者，真无简单。医好了后，煞出现侪病危。因虽然有去看医生，不过煞常常互人认为讲是因为伤过紧张，致使精神疾病。一个意大利康复的患者就讲，因为安尼，伊伫面册成立自救组织，互有同款困扰的患者会当互相分享资讯。坐伫电脑前59岁莫莲娜专注拍着电脑，今年3月伊被感染新冠病毒。虽然好起来，抑毋过却有袂少病危，包括定感觉忝、喘气问题等，互伊的生活受到影响。Mi devo fermare perché soprattutto questo affanno, questa stanchezza, questo malessere generale, perché arrivi a un certo punto che ti senti come fatta di legno, durissima, con le articolazioni che ti fanno male, che fai fatica a camminare, quindi 虽然遮好起来的人向医师求救，却定防误认识焦虑过度等精神疾病，得袂到医师的帮助，也得袂到雇主的谅解。最后，意大利好起来患者雷莫娜伫面册成立自救组织，咱拍败新冠病毒，吸引1万名好起来患者加入，互通好起来病危资讯，并且互相加油。有这款困扰，也有36岁印尼患者朱诺，伊3月感染病毒，好起来了后出现到胸坎痛。心脏皮破产、胸腔叽叽叫、甲肉头毛的问题。Rata-rata mereka-mereka yang saya temui dan saya ceritakan mengenai apa yang saya rasakan, mereka tidak tahu apa yang terjadi dan mereka tidak bisa 所以，伊也决定家己创办支援组织——印尼新冠病毒幸存者，帮助其他印尼好起来患者。根据美国 CDC 疾病控制甲预防中心7月份公布的研究发现，出现感染症状的成年人中有35%伫确诊了后，2到3礼拜也无法度恢复正常。美国内达华州沙漠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大约有90%的确诊病人伫确诊90天了后，身上犹原会有至少一种的症状，显出感染新冠病毒了后，就算是好起来，未来也可能要长期带着病危来生活。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北台湾是淡过冷，早起气象局针对台北、新北、基隆、甲宜兰发大雨特报，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14度到19度，中部地区是16度到23度。南部地区是17度到26度，东部地区是16度到23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9度到18度。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